小姐呀！没有了啊，没有了。他为我不将最富的，不舍一想，乃为情。啊，小姐，你要当天是哪一户谁家啊？姑娘，那早些生你的后年的。哦，哎，是的是后年啊，后年之后，父王当时，前面之后陈所里，左边之后黄皮香，右边之后黄皮绳啊，隔壁之后陈虎郎，对面之后。我要问的是有名人家。哦，小姐是要当天的有名人家。哎呀，这有名人家倒是还有一家。哪一家可是？对面有个好人家，家门在这最旁边。
原来是此。不见小姐爱情深，下山就是真的。小姐出不胜招，出不胜招，听小生慢慢地讲。咱有草木是元宵，深山上看闹云，我与好友来当渡，南把渔场去看花灯。这位你哥哥王老夫，他把我当作为家人。强师傅要挣钱，我千万语来偷生，他把我抢了小姐背房来，这真是美梦圆天造马生姑姑望天放，真记不住好事情，实是王爷相依。讲故事进了门，倘若此事传出去，叫我今儿真做人，我撩起路去出往去。小姐，要与姑姑把礼平。小姐。小姐千万不能去了咱们话事情。小姐既然问兵也，王小英。今日回了家乡回，也是你我有缘分，何不定下旁边一了桥一个句句话儿打动心，姑姑埋往我家里去了反儿话事情。王